来看白色恐怖时期，红送去绿岛新生奋斗处劳动的政治犯，上最是捌有要2000人。绿岛的居民是拢叫这的政治犯新生。捌和新生接触过的人，拢肯定因对当地农业、医疗、教学等等地方建设的贡献。但这也展现伫威权时代，政治犯带予人希望，也有正面影响的迄一面。穿过年的衫裤头毛厝的人拢会甲咱抹油，就是去新生奋斗处内面，好而且其中内面有一个翕相馆。咱这个新生内面，因有这方面的专长的人，所以咧专门来教咱翕这个亲家婚。摕这张小学到5年，差不多60多年前，新生体翕全家福的相片。陈辉宏讲真甲想想咧，也感觉真大心。伊讲当地人伫咧白色恐怖时期，拢称呼这政治犯叫新生，对因一点仔都无气愤，伊搁捌去互新生教过。因暑假的时阵会来教咱补习，尾啊我大汉起来了后，我甲看，迄个博洋回忆录吼。其实是一个足有名的作家嘛，博洋。过去就住伫咧新生奋斗厝边啊，厝内开柑仔店的王菜来头阿嬷，也讲起和新生做买卖、趣味、心色的代志。因咧割草落来哦，拢会离遐休困，拢会交尾机仔边。起码是迄新生票哦。新生票我袂当用啊，阮就问遐边仔赢，可不可以帮我们换啊？讲好你袂用，你新生票摕来换，我会当甲你换。伫咧火烧岛做新生的政治犯，其实对当地有袂少贡献。不管是伫咧改善土卖品质、提升种植的技术，或者是替人看病、提升对外科的医疗服务，也搁有伫咧学校替当地囡仔上课补习，就连开路，新生就拢有出着力。新生奋斗处伫咧1970年，因为业务变少，改做台湾警备总部绿岛地区警备指挥部，正式行入历史。伊起码是拢出到转去啊啦，到尾期才民国才96、97年，因每一年人前遐拢有办活动嘛，来因拢会来嘛，有时伊就带台湾民宿遮。新生伫咧火烧岛15年的时间，对当地付出，和当地人做伙创造的基地，也呈现威权时代去红束缚的使命，也有美丽光彩的迄一面。记者民警夏桂林台东报道。